嘎嘎有好事。马上国家来主席，大家好，我係燕燕。雜味，第一集水母啊，莫吵啊，莫吵啊！我哋啲藍天、白雲、搶臭天，咪披到臭嘅面絲。比基尼，哎，冇啦，亂講。我唔係想。不要破壞我的形象。我哋很多年野餐啦，當時哈，等下結束啊，做野餐。我哋想講，我哋想想哦，野餐我什麼嘅愛念？兩手空空，野餐什麼？野餐做帶東西食。哎呀，跟冇帶東西什麼？我做啲想啊，講。希望不買東西，乜個披薩啦、炸雞啊，那冇想要輸人呢。披薩袋一打開，哇，超誇張！野餐還要跟人家 PK 哦。我們 PK 意思，如果你帶出去東西，藍天綠地配好吃的東西，才有野餐的心情啊。我說想我短褲，我要把那個氛圍做出來以後，哎，眼睛張開了，可是看到不好吃的東西怎麼辦？那就心情就冇啊，很淡哎。崇拜啊，個語雜主廚，懂 fashion。有，你愛去做喺當喺心裏，我知道佢一天點嘅野餐都帶物嘅。嗱，先講哦，來搶佢來哦，哦，幫你做參考啊，對你好嘛？這樣做參考啊，你做得食，唔講係先講，做唔食搶，因為帶領係做出去野餐嘅哦，先講哦，你這唔攞嚟搶啊，當然啦嘛，來分享佢出來哈，分享 fashion 主廚。fashion 態度就出來，戴翻陳師傅。歡迎。嗨，師傅你好，你好。fashion 主廚。fashion 呢？你感受一下，來講個野餐啊。陽光。哎呦，主廚這種東西不易帶去，你的吉他給我們主廚背好了。冇問題啊，哎。rocker，電吉他。電吉他跟你比下 rocker 的姿勢好嗎？哎呦，你有野餐過嗎？太好時節，太好時節，跟你都帶嘛㗎？嗰陣時你開始煮東西嘛？學搞添，學搞，煮嘛㗎？動到太好，我買錢去飛機，冇啦，那啲太好去露營，時間是有野餐，不過是東西也簡單，它簡單對不對？哈，可能就搭配烤肉，就現場烤。暗晡啊時節。哦，嗰啲係當到野餐的嘢嚟啊，譬如講當到嘅裝飾哦，譬如講野餐墊、野餐的造型、主題的野餐，不過最重要就係食東西，係嘛？古時候講，師傅拜託一下，冇問題。基本嘢，我講基本做熱個油哦，你咩動唔可以食啊？我本來有帶這位哈，好，做得嘛？做得，做得哈。開始之後你先做乜嘅？墨西哥卷餅，墨西哥卷餅有一種熱情的感覺。夏天，墨西哥卷餅，好，開始做嘛？一開始做嘛？你先煮水，大概馬鈴薯，先表下去，將來講。你下煮下油，好，煮熟來，等下來切讓佢炒。跟住孫生介紹一下墨西哥卷餅，一天要準備嘅料。來，墨西哥卷餅一天是要卷餅，係一般墨西哥料理。是會用嘅東西。你喺魚檔度喺超商睇咩從咩油啊？係油。哦，好，你係培根。培根。它夏天呢，那啲它豆該夏天的蔬菜。什麼番茄啊，該甜椒。甜椒。比較多顏色。小黃瓜。西塔醬。還有這個羅曼生菜，還有cheese 一定要有嘅啊哈。亮哦。奶油，還有迷迭香，那你等下馬鈴薯煮好，最後拿來炒，倒迷迭香落炒。因為唔對野餐啊，最講講係帶太麻煩嘅東西。譬如講係天公要野餐，要帶下野餐，哦，係做什麼嘢係做唔出，你就沒有失去野餐的意義。野餐就要簡單、方便，好嘛？好，開始來哈，甜椒，你做嚟食生嘅也炒嘅。生嘅梗係攞水一餅水嘛。好。其實講野餐啊，今日當到假天哦，為大家約一約，窮下去野餐。香港今日台灣貴北都凍好咧，凍到時間凍到你。錯。唔單止野餐哦，你喺露營咩凍凍？冇錯。係你切挑，是的時間還未，就停嚟下。唔好掉落慢梯啦。大家想一下哈，你喺做嘅卷餅嘅時間，看你卷餅係安尼，
差不多心管度出在想讲，俺食材要不用去长，也不用去短，也不用去多，建起来要模仿偏什么，有的人贪心，见到状态，点样满身就做唔得哈。好，小黄瓜要切好，切长条，tomato。我来你买姜蓉，切条的。哦，没有切条。嘿。哇，这个 tomato 很 juicy 哦。你有去野餐过吗？有啊。你都带什么？就沈英常常去野餐啊。带最简单的就是三明治。哦，三明治。它放偏中。嘿，不过带球啊吼。其實會排泄，啊、因為大家嗌你係當到朋友啊，大家肉下會強下去嘛，和大家就會參詳會大馬街啊，和大部分嘅人都講會帶三明治，一直吃不同的三明治，奶油三明治、草莓三明治。講好一沙大一方，因為嘅。走媽媽之後，這些常常辦的活動啊。就會知道要注意什麼。水餃嘛，水餃就係吼凍死啊，係講少大氣，讓它唔好食。你吼有分哦，這個是馬上走改什麼區，結果你大概冇人呐，凍排泄。我覺得你根本就沒野餐，你根本就攏其他媽媽比賽啊。有這個意味啊。所以人啊冇講配上，是咁咩？蒙人來搶給煮出來做個愛看。係啊，所以他這你個帶主廚啊，跟我做墨西哥卷餅的時候，眼睛又一亮了，是不是？何止一亮，兩亮。加從頭哈，中央切絲，好切絲，泡水本地嘅爛米冇按錯，好要下切，好切好誒。好，你底下撈個餅。餅哦，要先烙嗎？先讓它烙一下。好，你餅誒買準了，其實做得不用冷凍庫。嘿，好，24時間拿出來。其實凍鳳片啊，不怕會是早餐啊嘛個。拿出來。哦，嘿吼，早餐。拿出來穿凍簡單。差不多烙到什麼程度？6點色的。有點顏色，還有餅香。小麥跟香味出來。其實你還沒當仿片呢，其實我們也不用包太多，就是輕食嘛，蔬菜就可以。我這個卷餅做法動作，你看一家好是買老麥來春做的啦，莫講一天來加埋東西。跟你吃到墨西哥卷餅最正統，應該要加麥來沙沙醬，啊，撈個墨西哥辣椒。啊，墨西哥辣椒，炒。因為你去野餐時看過人帶過最誇張的東西嘛。就乜雞？羊肉爐。野餐是羊肉爐。很恐怖。真嘅，你知道是羊肉爐嗎？羊肉爐。浪天給時間啊。可是羊肉也太誇張，叔叔你有看過帶過最誇張？嗱，有一擺台河時間是露營，看過趙新挑個水魔，有年度嘅打麻球。做日點日我給打麻球，打到凍超。那是找一個地方打，而且找一個理由。出去還會打麻球凍機關，不怕打唔打。好，看一下。好，夾子。來落去煎培根。哦，煎下。一培根，你咪做啲混做小香腸。係嗎？全做的，可你好食乜嘅？我一天啊。你也可以包梅干扣，真甜啊！人講真嘅，梅干扣咯，連莫檔案都有，真甜啊！唔係咧，上下。做咩搶蝕？冇佢餅會蝕嘅。冇啊，餅誒梅干超誒瘦肉。那我幫你取名字。我是梅干瘦肉。你做的拿出來，當然克式墨西哥卷餅。沒做的。益生菌哦，這樣子又會野餐，對啊，我兩百個墨西哥卷，真的墨西哥烤一碗你看我多有創意。哎呦，野餐真的樂趣太多了。好，你睇你切咧咩切好咧？定一下。喺做啲先來爆兩餅。好，其實看幾家學校是乜嘅，是做啲爆乜嘅。好，剛剛弄切好嘅小黃瓜啦。蔥條啦，還有甜椒，tomato，全部爆落去。還有嚟生菜。安尼當好你們是包那種最包仔呀？我沒有食材的朋友，跟人包一隻食材。做啲雞
火腿，素火腿，没错，捞地回先看一下哈，妈妈来，看一下注水我们保本看哦。亮片，先轻呢，把它去这个剪，那这里手势很重要哈。要让东西包在里面。好，亮在。我发现啊，除了讲要做大的话哈。就是把比较厚的，好，比较面积比较宽的，譬如说，你讲那个培根、普罗代哈、招龙长条的蔬果类、蔬菜水果都做的，普罗董龙，好，这个改成有种三明治的概念哈。其实墨西哥卷饼啊，它就有叫动等一下给喵哎，对，它是那个西班牙语翻译过来叫做小驴。驴子的驴，为什么是小驴呢？因为驴子吃了吗？不是，是它的背很像驴子，是不是？因为它就是这样子裹起来啊。洞穹盖驴子它不是有那个驮东西在背上吗？洞穹盖，抱等下东西才可以背当狗，所以那个小驴。对哦，很可爱哈。跟安尼包好，那马铃薯用个啥？好了，差不多嘞。好。加呢，你煮那个马铃薯，煮米肉，好，做得金佛。好，同时哦，做得哈，做得嘛？做得，冇问题。好，哎，冇你钱。他应该做唔得。哇，主厨的手就是铁砂掌来着。哎，长斌，你紧定真的是要带走的呢，你都没有要那个哎。我没有，对啊，我真的没有在客气他。但是听我在煎培根，有一点油，好，培根在香，好，奶油，係。因為奶油係用一般嘅無鹽奶油，给它烙章。你一般你用有鹽的，你地該抵觸。有上時。沒錯的啦。我邊踢下，好用咯。再弄喺你家嘅切好嘅切塊咧，馬鈴薯放下去。香港開始挑選就煎嘅培根呀有點鹹鹹，用啲嘅豬來煎。要加梅頭。哈，香港咧挑選講係甜醬嘅。來迷迭香。迷迭香。我當無法度想象個迷迭香加上馬鈴薯的米是很用白米哦。我們講比馬鈴薯啦，奶油是好朋友哈。不過就外貌協會的標準來看，我覺得這個帶出去讓咧。一聽就一樣啊！你看按你黃黃的色，看有都暗紅色啦。那披到迷迭香的米絲呢，很清爽的感覺。好香嘞。撈點鹽到胡椒粉，好，鹽成本意。好了，胡椒粉。哇！盖见到嘛个苍土喏，差不多恰熟嘞，有点恰好嘞。取几个色入出来就走的。按你生没不饱哈，墨西哥卷饼，配下淀粉，然后其实蛮平衡的哈，里面有强菜，这个饼皮其实吃了也会有饱足感。好，差不多。好，放进去来。好，这个来装饰一下。你看我带出去啊，我先用个保鲜盒装起来哈，里面装起来，出去的时间待了，不是板球哦。这个来，龙太甲讲，主厨为我准备剃头野餐料理，系乜嘅？墨西哥卷饼。墨西哥卷饼。就三明治的概念嘛，哈。牛肉先到再去筋。
我哋下落去切咗，一条一条。带出去开个看哦，安利会。食材就先淋拌，奶油，鲜奶油，增添另外一种不同的香气。哇，膝盖有是真紧，没在客气的哦。你啊，最近冇数摸过买的呢。哇，看认出来嘞，韩国的皮在很酱哦。真皮。来了，野餐野餐哦！野餐这个暗示好懂欢喜。试试看。很好尝哦。你迄个墨西哥的墨西哥卷饼的个感觉，因为有迷迭香，基本一只培根也好，也系讲水果也好，加了一个抹香的香味以外，还有层次。感觉你要来到墨西哥，墨西哥最有名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卷饼。怎么样？啊？卷，好吧，卷饼。你等下吃了后吃都唔提，你怎么可以在人家吃美食的时候烤人家的脑袋？好，我真，我做懂厉害呢。你就在想象，因为啊，大家鬼听几两啥，做我们的生态条，不是我切了暗谁听听，因为哪里带这位哈。可是你想它哦，你看这个按拿了是哇过瘾，好又有面子，清爽。嘿。什么人最好就是安样型啊，东西都有许多，身体又觉得没负担，还该配色又安酱，热量又不会太高。真紧呢。哎，同学，哎你最后俩偷出来，还有嘛该做的丢出来嘛？有吗？野餐挺重要的。几种三明治哦。嘿。哦。哈。哦。不过莫强壮，很厉害的。你唔看见？来挑战长讲诶。三明治最普通。哎，我讲来拜托你来，等下本人要打枪的，你要死。绝对唔会。那就欧巴，你知道吗？真嘅咯。冇问题。真嘅咯。冇老亏哦。那出来睇下酱多。真嘅神讲名诶。法式牛肉三明治。哎呦，法式哦。加客家人，你墨西哥，你客家人都发过去的。好，看一下三明治容易香诶，有吗，我朋友？哈，法式牛肉三明治。对咯。哦，这个懂油靠实呢，我感觉硬要呛你了。他觉得说，刚不是讲过有三明治了吗？你又准备三明治，哎，没想到吧？一定要有三明治。余光瞄到，厉害了。厉害，这叫做法国吐司。好，所以讲某糖发在时间，不能拿15碗，好不好？某糖发在时间嘞，就把它烤一烤，它就会软了。哪意思呀？好。对不对？错，很啱啊！你是不是要讲要停住？太害怕了。法国吐司真的是烤过会比较软，对不对？会。好，来法国吐司。它有分硬发、软发。这要用硬发还是软发？都可以，像看你喜欢几个好心嘛，该。因为老人家做的就软发。你还没懂流行软发啊？冇硬发，有人穷人。嘿呀，像牙口不好。别人我不知道你要干嘛。后来，从前。加洋菇、冬菇、tomato、牛肉，然后美生菜，然后奶油，然后这是鲜奶油，鲜奶油。这么要奶油又要鲜奶油，奶油是炒洋葱菇类，还有鲜奶油，然后黑胡椒酱。胡椒酱，量啥？夹香哈。你是胡椒酱会合冲点，然后点鲜奶油，该味道下融合。就比较温润一点哦。还有我们的 cheese， 神中啊该。好，还你准备好的面包刀，神堆番茄系嘛？对。好，堆番茄。来横剖。哦，这三明治的概念嘛，哈。莫落去切，莫切团哦，切团就唔好带，好冇方便带。哎，其实呢，你还买像我们的你要懂影洲三明治有懂一样，比如说口袋三明治，就是口袋型的，还懂方便咯。就唔讲个东西咧 ，OK。真紧，用办公大家都会选三明治啊，因为三明治真紧系冻放片嘅食材，好心物嘅啊，包落去就做得咧。好，3号人我拢1分整边啦。
来你先切的哦，切熟的哦。好，一样 tomato。因为食三明治里面都一定有 tomato 片哈。因为佢酸酸又甜甜，然後然後嘅肉，蛮會按照，還可以解膩。查比，咪啷講哦？大白吼，按你又該當專業嘅主廚啊，來搞介些啦。那就當上讓俺不開，從頭拿了本幾條切切。神切後不用本熊哎，做唔得按你公器私用。唔來料理同來練習吧。速度好快哦！哎，我攏講你要出去轉呀，還有經驗。出槍啊，你創山歌的時間，有的人會講啊，英語還會創山歌，根本唔會一下就總不能幫你的山歌啊，可以啦，你要出 CD 就留在家裡，可是還是要練習呀。對呀。那你也該牛肉煎到該筋，去筋。哎，你牛肉你係先嘛該鋪位個牛肉？全做的嘛，兩一兩係梅花牛、梅花肉，該係背煎該都，還有嚼勁。你做你要好食啊，你要黏住菲力啊。全部看起來還有秘書炒的啦。其實你那碗豬肉沒做得啦。好，培根沒做得哈。培根沒做得。對啊。只是講吃這種牛肉的話，可能比較 juicy 一點。培根有陣時你剪都找着。嘿。你帶出去。大家看到哦，安厲害嘅。來挑生要講哦，莫不愛輸佢哦。食材就先贏一半。真的。就很虛榮，有沒有？媽媽就是這樣帶出去，怕自己的料理沒人拿。總得輸。我哋係撈啲切咗，一挑一挑。龍筋團體係較油的部分吼。嘿。切下來，哎，好嘛。你切好咧。好。那你啊落去炒cái洋蔥。老蘑菇跟哦，先炒好，跟下落去好，開火，一點橄欖油。好，因為咧菇類還有洋蔥，其實洋蔥沒做的是散的啦，不過我們要取洋蔥的甜味，要搭配這個洋菇、洋香菇、草菇，嘿，炒過它香。洋菇是唯一一個可以上市的。哦，真嘅咯。你吃誰？你是老雞出的時候。真嘅咯。哦，我下手你按較少，因為佢真係可能按時做嘅時候，不過炒過真係較香啦。燒咧，那就不用牛太。好，牛肉先下去。依家係冇用牛肉啊，出體頭先就講培根啊，你就建議講用其他嘅牛啊，用飯來料理來下黏味麼？其實你。那你用牛肉撈個黑胡椒醬搭配，你平常牛是用唔香嘅，該種。因為我想係請你做好，從我見你做好，我收咗那年就出嚟出門咧。他做得用煙燻鮭魚嗎？沒做得，沒做得用個生火腿。哦，生火腿，燻鮭魚生火腿。好，你肉炒差唔多，差唔多啦哈。洋蔥、蔥頭、老洋菇落去，香下炒。美味咯，其實我又發現當中還有一點點血水出來，我落去炒到香。唔紅啊。哇，其實你係冇魚野餐吼，全部較安住。係啊。試翻出嚟咧。係啊。我講係正嘅嗰種。偏東野餐，咩做帶便當啊，甜到上杯。哦，好嘞。好，那你撈個黑胡椒醬。你黑胡椒，你種醬你冇俾咩當到地方都嚟買。全凍到凍風片啊。係。你係自家做嘅，香。自家做啦香哦，自家買嘅胡椒粉。所以你係唔敢是來做啲用蘑菇醬。做得。沒做得。奶油，鮮奶油，增添另外一種不同的香氣。因為那啲炒下 Q， 所以該抹糟表。還是要調一下味道。好，你要揚呀。因你有負責糖愛黑胡椒嘛？唔是咧。唔是咧哈，用黑胡椒醬就當有米絲嘅。好，加啲鮮奶油落去。後是下奶落多點。好。
已经差不多嘞。差不多的哈。好，灌佛喽。哎，那你下做咧那夹馅，可以是夹馅来包的，系嘛？然后要生菜，不用阿姨。哦，那个罗曼、鸭贝、包落去，大概番茄、tomato， 其他是加下多料，爆米去落去。爱啊。嘿，好，哎，你讲羊肉还蛮饱，我哋做汉堡。好，那 cheese。哦，其实哈，我知道做在前一日容量先煮好，前一日要出门以前拿出来微波一下，它熟，这个东西再加其实也可以，知道吗？嘿，好，来 cheese 包下去。哇，膝盖维是真紧，澎湃。没再客气的哦。好啊，看到啊，我们带出去哈野餐。那可能他忙懂膝盖先是的。好，人家炒一个牛肉，不用落去。好，一定用个啥？那你有准备了？嘿。爆鱼都好食。哦，专门用的纸哈。哇，你还真嘅无数摸不卖的呢。哎。哇，我可以不要那个油沾到纸吗？因为我怕我把纸吃掉。哇，看，念出来嘞。念出来挺多嘞。哦，韩国嘅皮色很酱哦。真的，哎。忍不住一直想要拍手，哇，很厉害哦，成功嘞哈！这个一件好冇？专门得给妈妈看一下，好，来拍你了。妈妈刚切的三明治哈，开始了哈，用罗马叶包落去，还有 tomato， 按正嘅导油酿哈。好，好，那个 cheese。还是要不开 cheese 垫给它放在室温一下就被你的热情融化了。好来，好牛肉，好牛肉，哇，肯定是东澎湃嘞，真人东澎湃呢。好那出去是营养素。嘿啊，给你要切开来嘛。好，因为带去要切开来哈。好。哇。这清脆的声音，仿佛我已经变成水上漂了。安尼几个？哦，安尼是。停，不是吗？停，不，啊，给拿过来，好嘞，好。好，做得嘞。好。很澎湃哦，来，掉起来，问大家看厉害。龙大家讲，哎，你听一道野餐的料理，系乜嘅？法式牛肉三明治。来哟。鳕鱼干酱酱，这个太适合去野餐吃了。对，蛋肠款家的色啊，就冻入去高了解性情嘞。那您到底懂啊？来水下泡个水出来，好香哦。因为那个鳕鱼干很热，空气落去。哦。滴到滴安种哦，第三道的野餐出来，你真的有感觉到呢？是来一边转转，但是得到，哦，对，酸酸的感觉。电乱又出一条电暗涌眼的三明治。冇穷咯嘿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没有大口吃，对不起，猪。哦。juicy 中的 juicy。客家腔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有国语客家国语腔的时候，就是东西懂好吃。啾讲一下。哎，我说，因为你印象中啊，硬的法国面包正经我夹，因为它早，我想说啊，这么干怎么办？一定要一直猛喝水。不过你喝水的时间，肚子就饱了。
别的东西都吃不下，你唔可以呢，因为有牛肉的酒是，还有乜个红麻豆了、罗曼、鸭贝，很厉害哟。买吃到啲牛肉当厉害的地方係唔加嘅奶油，嘿，还有白胡椒酱。真嘅毛香香呢，以前係食黑胡椒醬，咪凍啦就，唔會，係要還溫和。係啊，是水又飽又中意吃野餐的東西，很厲害哦。這個想一下哦，你看加一條一條嘛，啊你拿來 K 啊，好棒，這就是野餐。對啊，咦，這個時候就不要顧女生的形象啊。剛剛我看到你有蠻色的，係好靚。對啊，是不是？哦耶，野餐。你牙齒可能唔好。你應該用單元機哦，因為我不吃就沒有了。哎，你真的很聰明的。剛剛我小一本觀眾同行朋友講，哎呦，我們是按這個還要大口吃，哎，因為他的大口只有這個，其他都是矮耶。應該知道，我覺得動力會呢，我知道該芝麻不能講要奶一點，可以自己再多加。哦。我想講已經很奶了。香港我沒想到我會搭配的黑胡椒醬是什麼滋味？對啊。結果你老啲妞，香港tomato最合的兩個加在一起以後，很厲害哦。按你吃，就感覺好像很圓滿。又有點不圓滿啊？哪裡不圓滿？野餐啊，一定要吃到乜嘅有爆嘅東西，敢唔敢？譬如講，飯團，食起來出有米飯嘛，哦，生麵啊、涼麵啊，錯冇？有做啲這個做配的東西，因為我們你吃的都是麵包類啊，講墨西哥餅係餅類，嗰種麵粉點心類，對，該野餐有些很熱，沒食慾。那你來做一隻冷麵，冷麵，冷嘅，冷麵，你講嗰種日式蕎麥麵按分頭色咯，冇按麻煩，同大都鬼神都係。麵嘅構想係當好，唔過從來有聲音啊，聲音好似冇按點。凍醬，聲音很多凍醬。因為我講聲音唔是，基礎唔會飽。嘅湯魚講係乜嘅？好。鱈魚乾貝殼冷麵。鱈魚乾貝殼冷麵，鱈魚乾，讓我們到海邊去吧。鱈魚乾貝殼冷麵，結果蟹魚乾的貝殼冷麵呢？哦，那一湯這個太適合去野餐吃了。對，很熱，食慾模糊時間，跟時間問題哈，推開。你知你對我懂了嘅，我蠻講，我非常愛吃鱈魚乾。你有沒有去過居酒屋？有去過嗎？居酒屋底部度鱈魚乾啊，細盤當歸底部就當簡單，鱈魚乾還有蔥條。嘿，啊。太好吃，感覺我現在就在野餐。後來還是介紹一下食材好冇？當然，那主角就是麵嘛。冷麵有建議講，用乜嘢用嘅麵下好，因為裡面用貝殼嘛。全做對啦。如果呀貝殼聲音很多下會適合這樣，所以野餐藍天綠地搭配我們的彩色的那種感覺。裡面還有當多種某造型的麵嘛，譬如講有人物造型、卡通造型呢，有蟲呢，有扁呢，有乾呢。你吃到呢種最適合，還講買唔到呢種，你做哪一種還好？該通心粉的嘛做的。哦，通心粉有。因為那你做冷麵該雞吧？哦，因為我不給煮落去，因為這有殼嘛哈，是感覺就是汁會在這邊，又有趣哈。還有啲玉米筍，紫洋蔥，小細隻的 tomato，還有啲嘅青醬，哦，你記得我朋友買片的，還有大沒做得，哦，還有萊姆哦，用檸檬磨香咯，嚟黃色，檸檬沒做得啦，沒做得，不過檸檬黑酸，好，然後還有香梅，最重要嘅鱈魚乾醬醬，香港你冇便宜之外。你第二樣嘛，同埋因為大家都買迄乾條，你建議講哪一隻國家來啊，哪一隻地方嘅鱈魚乾較好？那你使用你是丹麥。哦，然後你是呢？迄基隆講吼捕魚哦，好呀，丹麥哦，鱈魚乾，跟鱈魚乾吼，我家講除咗按你涼拌之外，有乜個配的食法冇？鱈魚乾做啲
木匠安尼磨三明治面包，三明治，安尼嘛做得。哦，做蛋枪安尼，唔是这个条面。唔是，而是你该法国面包切下细的，磨，按住做的没？好，好了，开始做了，先做嘛，先煮水煮面的。你那种面好煮吗？哎，差不多15分钟差不多。哦，15分钟哦。喺水跳啊滚过来，滚过的哈，不用下去。染染。好来。染，好，所以先家己染。好。给你啊种做，有点梅头。给你啊种做的譬如讲来上爱先煮好，不用冷冻库，要用的时间再拿出来，安尼做得嘛？没做得。好。做得乾盖嘛？哎，做得乾盖。下夾啦哈。来了切的玉米笋。师傅，因为你啊野餐派对当中用啲pan嘛吼，你有接过安尼主题 case 不？较少，因为只架副卡袂准备。哦。老朋友型，来准备三明治，你准备马改？嘿，大家嘿。小英准备猪脚啊。你准备没开口肉？我很棒，用墨西哥卷饼来。我们系潘州的，野餐的。那个还有野餐啊，潘州冇重要哈。刚刚口是咧从头说切应该讲细的正方形、长方形、小小的哈，好好咪咪。还有俩小番茄，小番茄，tomato 哈，切一半之后其实你配色其实也想要懂足够哈，你用粉色的话又跟这个有点接近，其实也餐出来快乐个形。写下酱，好，给我小人问师傅讲，一般人啊，用满洲青酱，他假如用，这是罗勒啊，加橄榄油，算简单，挺美，很美。青酱其实。台湾有罗勒，不过用九层塔没做得，做得代替出炒的。不过九层塔梅头很冲。哦，罗勒木很冲。提鱼。哦，提鱼。还有个松子。哦。其实你用呛些的菜，全没做得，用像个巴西利啊。哦，巴西利哈。做得。没做得就要强些，不过最重要的出来讲嘅罗勒，一定要油。好，还有提鱼一定要有，还有 cheese 粉，cheese 加点 cheese 粉。难怪，那种因为你哈家户都有很好的器材，譬如说用果汁机打就可以了哈，就不是讲切了东西要煮当久，不是。哦，打手果汁机打手。给你种果汁机打好，没做得不用冰箱。老点油。老油。毛机袂变质。做氧化嘛，做不用冷冻要冷藏，全部做得，你啊冻光片做得做好，从个变角。变角样诶。对。其实爱煮是那一碟起来。嘿吼，安尼做的量做的在的多，唔会讲按试一下又要解冻，整个就坏掉哈。你有想过野餐啊？你讲按到式咧，我来讲梯房好冇？梯房。有想过伫那梯房，野餐迄当上来去嘅。信州咧，伊东有名的个青青草原。青青草原。做得。该有热气球啊，嘛该。我要推荐一下我的家乡。好啊，不过我冇问的。我要讲啊，我要猜题音呢，我要push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去到今年吼，你突然改永安渔港，贵巴的洞吼，我们还有彩虹桥。有。系啊，而且永安渔港有很多彩绘。错，韩国你入贵巴洞好改回顺有沙滩。好冇？不然大家咧突然醒不了哦。係啊，嗱咩頭型呢？你用談咩要動到好，做得有參加。像松柏頭型石盤的啊，那個叫古堡，仲嚟講嘅，嘿，古堡大家都知哦，通化開時節幾講嘅，你知冇？观众朋友，你对入哪篇走的野餐分享哦，在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，让 Andy 来讲一下哦，好冇？私藏景点，私藏景点哈。然后你喺人一度哈，讲嘅以海方啊，即唱 Andy 嘅超级主厨龙 ，Andy 講哪位適合食物嘅野餐料理？好，我搜尋
嘎嘎油好食。Kim 一下哦，做唔到 Kim 2哈，Kim 2哈是取消。我来可以哦。好，可以哈，面做得吗？好，差不多嘞。差不多哈。让面头那里不用浪水。好，掉落来。好，准备好冰水，煮好的面冰转去，本己冷却一下。还有桶个玉米笋。玉米笋。哇，你个煮出冻台风哦，对哦，分量那冻多来。养饮色啦，来，这个来烫我们的玉米笋。你们一下下煮好，我上摆吃到冻好生的玉米笋啊，你做在上身，有机的水果玉米笋。台湾跟农业动力会，好，哎你啊，我就做得撩起来咧。同样的不用冰水，系冇？不用，落来两片，好。长老鸡全部都。好。哇，我蛋肠看了会说啦，伫个准备个高汤当中，就当入去高了个心情咧。系啊。好，好，来你个调色个葱头。因为佢冇煮过，可能有一点点辣辣的，姜也就冇变很多。嘿。还有马豆。还有呢，青酱，哎，不用值钱哦，搅搅啊，因为有油嘛哈。用橄榄油和姜。嘿嘿嘿，哇！还有用点盐。盐吼。好。嘿。不用几多，吃的不用。全部好做对。还有冇？安尼头。pan它匀对不哈？有叉子。好。要搞太敢用白米。安尼捞嘅独独啊，独独嘅，该水下，后尾照出来。咱冻下。好香哦。哎，其实啦，我吃到黑讲有个刨刀小刨刀，把这个洗干净的柠檬皮小一点点底巴度，我吃到没一好食咯。好，还有乜干？痛惜不太。好痛惜。因为那个水干很软。嘿，很软。用痛惜来。哦。滴滴浪去安装哦，啊，你出唔是讲第一规则个出不用下一模种删除混音色体，就完全主角就不见，就直接是贝壳冷面。哎，爱冻地势咯，爱让你冻。好，再拌匀。哇，安尼就真挺好的呢。迄讲啊，落下还有罗曼生菜，切到细细油，不用落下面做的哦。你带出去的时节啦，你就带你的罗曼生菜出去包着吃，哇！我拿去痛惜做的冻饭片，真紧哎！安尼做好又简单，我觉得做起来很方便之外，又会觉得说，好像我已经拥有了很彩色要去野餐的心情。好，来，用泰达讲，你做的俩黑马盖鳕鱼干贝壳冷面，来试一下。上到野餐出来，拿去吃到，你这一点有感觉到呢？你让我重新认识了鳕鱼干面改凤丝，动特别咯。来啊！谁买先啊？哎，有手嘞！等下等我煮咗咧。等下啦，我先装，等下我就滚哈，给个色咯。野餐咯，师傅运动强呢哦。来，摸啊！改变动啊！哎嘿啊，哎，我野餐还赶时间呐，因人是。就说你真紧哦，用你的面来定义个容易嘞，因为你的面啊，佢底袂拄做得中间的统计，韩国你个你的青酱啊，
搭皮果子还有吃起来，有点酸酸，还是得到莱姆，加蒜梅。错，哎，我其他想讲莱姆，哦，对，酸酸的感觉。我那里还是点鳕鱼，你知道我重新认识了鳕鱼，鳕鱼干，因为我一般是都改改咸干啊，哈，台地就会日式中间寿司啊，哈，韩国中改菜条丝，韩国呢，我今日用安阳兴面改凤丝，当特别咯，韩国我今日想一下，我其实我的声音，韩国我朋友的声音，而家就上脚咧，嘿，有草皮的感觉，嘛会。嘿，那刚一开始音，你看一开始哦，节目一开始给韩郎出来就讲，我还换一下，蓝天白云香臭地，韩龙讲2T3度的野餐出来出吃到，你真的有感觉到那蓝天青草地，还嘛个我们的青酱。让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食材啊，不管黑面啦、tomato 啦，全部结合在一起耶。那吃一口我们的太阳。啊。今年哦，就会日线上会出去聊。哎呀，莫来抖音整好莫，好，什么你来哈？全带好的。你的任务完成，我真的很开心。野餐多棒，英语好学冇？有。我國語冇唔錯嗬，佢哋有嘅藝嘛嗬。係。哎，我對你講好，我講安尼聽，係你做的事啦，錯冇嗬。很照顧。我想應該報的啦嗬，反正師傅你報好咧。師傅照做出好啦。什麼一來啦，好冇？因為啊，本來100嘛。咩啊，師傅讓參詳一下好嗎？好。伊吼，老爆甜豆，爆甜豆，我冇買好是韓白講我煮配好。好，哎。做得啦吼，那你跳來，冇落去。哈，唔怕啊，我不管我2擺我生出錯的。還有甜食檔吼，唔好吼，接都悶在家裡當宅男宅女，好冇？做簡單的料理，圖幾個客人出去啊，朋友出去，好來野餐一下，有好多我愛冇時間講愛生出去啦，家家有好事，準時數看到家家有好事。歡迎國家來主席。怎麼了？愛野餐的，然後給他說愛野餐，我再要早一點，我再早一點。好啦，祝福你。大家好，今日帶來散紅野餐的料理，因為生意做得向下做，大家做得試看，出去的時節試看做散紅。帶出去，大家做得向下食，冇，但你不可能，所以香香的。